大家好，我是华莹，我是盛彪，我是君慧。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多节熊灯禁令以及针对多节熊灯人的各种指控。这些指控包括了多节熊灯是一个厉鬼，你今天修多节熊灯就会破坏西藏事业，会破坏西藏的社会的团结，伤害达赖尊者的性命。甚至有人指责你今天修多节熊灯呢，你就肯定是中国派来的间谍。这些到底是不是事实呢？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他们为什么长期以来呢都特别针对多节熊灯人？其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请圣标讲法师为我们来讲一下多节熊灯禁令的一些背景。那达赖尊者和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呢，他们在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实施这个多节熊灯的禁令。他们给出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多节熊灯是厉鬼，所以呢，身为佛教徒，我们应该皈依的是佛法僧，而不是厉鬼。那第二个理由更加匪夷所思，说修持多节熊灯呢会损害这西藏的这个独立事业。那第3个理由就是修习多节熊灯会缩短达赖尊者的寿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理由到底能不能成立。那第一个理由呢，其实多节熊灯其实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赤江仁波切呢，他是达赖尊者的上师，他也是多节熊灯的传承上师。那他曾经为成千上万的这个僧侣和在家人传授这个多节熊灯的灌顶法门和修持法门。那他有资格成为达赖尊者的上师。那为什么他会去这个为成千上万的人传授这个一只厉鬼的法门来害人呢？不可能嘛，对不对？那第二个理由呢，其实藏人呢，他们流亡已经60年了，在这60年里面呢，这个流亡政府呢，他们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把藏人带回西藏，所以呢，他们就制造这个多节熊灯的课题，让这个人民转移人民的视线，让人民把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挫折、他们的沮丧的这个情绪发泄到多节熊灯身上，所以呢，他们自己就不被人民指责，人民会去转移，因为他们已经转移视线了嘛，所以人民会去指责这个是多节熊灯的错，就像一个代罪羔羊。对，代罪羔羊，正是他的那种情况。那第3个理由呢，我们看看事实就可以知道，达赖尊者今年已经84岁了，而且还非常健康和非常活跃，到处去演说，去给灌顶，去开示，对不对？所以呢，就对这个第3个指控就不攻自破了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藏人流亡政府呢，他们这个对多节熊灯所实施的这个禁令呢，其实对宗教界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就拿这个寺院来说，在2008年的时候，达赖尊者就下令说，修习多节熊灯的僧侣必须被驱逐出寺院，就造成了这个寺院的分裂，这个僧团的分裂。那在甘丹寺呢，修习多节熊灯的僧侣呢，被迫离开，成立下甘丹寺；而这个色拉寺的修习多节熊灯的僧侣也被迫离开，成立了色邦寺。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多节熊灯的禁令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分裂这个僧团和这个寺院。那我们想一下，连不是佛教徒的其他宗教的教徒，比如说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新都教徒，他们都没有被禁止参加这个达赖尊者的这个法会和开示，他们是被受欢迎的。但达赖尊者偏偏指明说，凡是修习多节熊灯的人不能够来参加他的法会、他的开示，这是非常荒谬的。在这个现今社会上，基本人权就包括在宗教、言论跟行动上的自由都必须受到保障。但是我们可以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官网上面看到呢，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说，如果你不放弃多节熊灯修持的话，你是不被允许参加达赖尊者的任何的讲座或者是任何的宗教活动。那你觉得这是民主吗？而且他们还说这一条是在他们宪法的一部分，对，西藏流亡政府的宪法的一部分，对吧？其实，在世界上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官网上会有看到这么一条特别打压某个宗教的一个条例呢？这是一个非常不民主的一个做法。
再来，我们也知道，修行多杰雄灯的人，他是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部门担任任何一个职位。再来，西藏流亡政府开办的学校也不欢迎，也不录取多杰雄灯修持者的孩子或者是家属。再来，他们的那个诊所、医院也不允许多杰雄灯修持者到他们那边看病求医。在南印度的这个西藏难民营呢，很多那些商业单位啊，比如酒店、餐馆等等，在外都有这个张贴，就是说，如果你是多杰雄灯修持者，你是禁止进入的。其实这些招贴，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其他的地方，譬如新加坡的某间佛教中心也有这样的一个招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由西藏逃亡到尼泊尔的一些难民呢，他们其实必须到尼泊尔当地藏人设立的行政中心去登记，但是一旦他发现你是修持多杰雄灯，你是不能被录取的，他也是拒绝让你登记。其实修行多杰雄灯的僧人，他们也一样面对歧视跟威胁。早在那个2013年，尊贵的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在印度，他当时是84岁吧，就在某天晚上呢，有5名蒙面人携刀威胁攻击这位老侍者。攻击之后呢，这5位蒙面人他并没有夺取任何的财物。这很显然的，他们并不是谋财害命，而是冲着多杰雄灯这个禁令而来的。那其实种种以上这些真实例子都告诉我们，因为个人宗教的选择，我们的基本人权其实都被剥夺，我们都被排除到社会主流之外。其实除了君慧所说的这些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视以外，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呢，还在本身的官网上就是张贴过修多杰雄灯人的名单，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照片，甚至于他们的住家地址。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煽动和鼓励忠于达赖尊者的西藏人去攻击这些修多杰雄灯的人。你修多杰雄灯的身份被暴露的话，你的后果其实是相当严重的，你会招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别人会不停止的辱骂你、威胁你，甚至对你发出死亡的威胁。而很多多杰雄灯人就是活在这样的恐惧和打压之下。更可怕的是，西藏流亡政府会默许和支持这宗教迫害的行为，他会跟一般的民众站在一起，对这些修多杰雄灯的人进行打压、进行迫害。你试想想，在21世纪，在一个自称自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原本作为一个政府应该保护你人民的自由、你们民的生命，但是最终你所做的反而是压迫你的人民，这实在是说不通啊！难以置信。对，的确是难以置信。所以呢，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呢，他们自称是民主的政府，其实呢，他们完全没有做到保护自己的人民的这个责任，反而呢是刻意去分裂这个寺院和这个社会。比如说，在他们这个分裂僧团、分裂寺院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在佛法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最严重的这个恶业呢，就是无间罪。那其中一条呢，就是破和合僧。那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所做的，就是在破和合僧。那在社会方面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群众去排斥修习多杰雄灯的人，比如说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不让他们享有这个公共福利，比如说医院不让他们去就医，然后政府部门不让他们去工作，还有餐馆啊，刚才像你所说的餐馆啊、酒店啊、商店啊，都贴这个告示说不让他们进入。所以呢，这些都是他们的这个实施的多杰雄灯的禁令造成的严重恶劣的社会后果。那西藏流亡政府呢，他们标榜自己为民主的政府、开明的政府，他们一直以这个受害者的身份自居，到全世界去博取同情，来这个获得这个捐款。但是呢，事实上呢，他们的做法呢，就像当年欧洲
的发生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发生的这个猎巫行动一样。什么是猎巫行动呢？就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呢，指控一个人为女巫，然后就进而对他进行监禁，甚至是杀害。但是问题是，这个黑暗时代是发生在400到600年前的以前，但在今天的21世纪呢，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却还在利用这个打着这个宗教的旗帜，来用同样的方法迫害他自己的人民。那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知道，西藏流亡政府它并没有独立的一个国土，也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必须到世界各国去寻找金主，对吧？尤其是到西方国家那些标榜自己为民主先锋的欧美国家。那我们知道，欧美国家他们都对这个人权主义特别注重。那其实这正正符合了西藏人民已被强国压迫的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去筹款。我们都知道欺压这回事呢是无稽之谈了。然后近几年来呢，西藏流亡政府他非常的积极，带着达赖尊者到各国去演讲，从事各种的宗教活动，甚至安排达赖尊者跟各国的领袖会面。西藏领袖呢，就是凭着这个达赖尊者与各国领袖之间的友好关系从中牟利。那他们怎么从中牟利呢？他们就到处去设立网站，在不同的网站上呼吁大家捐钱，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西藏的事业。对。那其实他们得到的款项，真正流入的款道，我们其实都并不能确认，不知去处，不知去处。对，西藏流亡政府腐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就包括了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自焚事件。至今已经有超过150名西藏人，包括在家人的出家人自焚身亡。他们为了就是争取西藏的独立和自主，而西藏流亡政府呢，不称制定法令来制止，也没有出面的干预，相反的，他反而间接的鼓励。他怎样鼓励呢？他赞扬这些自焚的牺牲者是西藏民族的英雄。西藏流亡政府呢，就以这个自焚呢作为控诉中国的工具，但是真正付出代价的呢，却是西藏人民的性命。这简直就太荒谬了。那其实我们知道，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府是不应该去控制宗教事务的，它应该去让宗教百花齐放，不应该打压或者是特别鼓吹某一个宗教。然后，譬如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的州政府建筑物内呢，我们就发现有这个撒旦教的雕塑在里面。那这是因为美国国家宪法它立宪保护所有的宗教和信仰，所以美国州政府允许芝加哥在他们的那个州政府办公大厅里面设立一个撒旦教的雕塑在里面。那在欧美国家，我们也听说过，他们也允许复都教和其他少数宗教的弘扬，他们完全不干涉他们人民的宗教自由。即便撒旦教的信徒信仰的是魔鬼，美国政府一样不干涉，都是很自由的放任他们人民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什么，都是给他们180%的自由。但是多杰雄登身为一个圆满正悟的佛，他的修持却被达赖尊者禁止，甚至多杰雄登修持者还必须面对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攻击。这是民主吗？那西藏流亡政府呢，他们就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地位呢，来插手这个宗教的事务，来干涉这个宗教的事务。就是比如说，他们去就是使这个寺院分裂。很好的例子呢，就是出现的2个班禅第11世班禅喇嘛，出现了3个噶玛巴和2个触摩格西仁波切的例子。那在噶玛巴的例子上呢，其实传统上呢，只有夏玛巴能够认证下一世的噶玛巴，但是呢，达赖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呢，他们却去支持由另外一派人马所认证的另一个噶玛巴人选，就会造成了这个噶举派的分裂，一分为2，
然后呢，他们的两派人马就互怼的这种局面。然后西藏流亡政府呢，他们也在这个措摩格西仁波切的事件上呢，他虽然释迦仁波切已经认证了措摩格西仁波切的转世，对，但是西藏流亡政府他们又自行去认证另外一个转世。什么目的呢？因为措摩格西仁波切他前世是非常虔诚的多杰雄登修持者，所以呢，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呢，要以认证他们自己所选定的这个人选来控制他，使他以后放弃这个多杰雄登的修持，使他的信徒追随者也跟着放弃这个修持。然后他们甚至还煽动群众呢去措摩格西仁波切的住所呢进行破坏，掠夺财物，占领这个措摩格西仁波切的住所。那以上除了这些点呢，我们其实也经常听到说，修行多杰雄登的人，他其实是中国派来的间谍。那针对这一点，华英你有什么看法？其实这是的确的，许多修多杰雄登的人呢，都面对的就是被指控你是中国派来的间谍，你拿了中国的钱。修多杰雄登呢，就是为了破坏西藏事业和破坏整个西藏社会的团结。事实是否如此？当然不是的。西藏人自1959年开始呢，对中国人进入藏区和管理西藏呢，就存有很多的不满。他们十分清楚，只要指责雄登人是中国派来的间谍，就很能轻易的挑起他们对雄登人的憎恨情绪。如此一来，西藏流亡政府其实本身完全都不用亲自动手，就能利用来自世界各地几百万的西藏人，对这个多杰雄登人呢施加排山倒海的制裁。更重要的是，这个多杰雄登人是中国间谍的指责说了几十年，但是一直都没有拿出白纸黑字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真的是间谍。如果他们确实有证据的话，他们就应该把这些出卖民族的人控上法庭，得到法律的制裁。至今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行动，为什么呢？这证明了雄登人是中国派来的间谍，这个指控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宗教意义上，多杰雄登禁令是不合理的，因为多杰雄登是一个圆满证悟的佛，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邪灵。如果他是邪灵的话，400年来许多高僧和大德进行的各种法会，应该可以把他降服，不再干扰西藏事业，危害达赖尊者的性命和修行人。既然多杰雄登是一位佛，根本不可能危害任何人或西藏事业，所以这个禁令是不合理的。这个禁令导致僧团分裂以及藏人之间的分歧，这些都跟佛教弘扬的慈悲原则背道而驰。西藏流亡政府利用政治来控制宗教，再利用宗教来控制藏人。政治和宗教原本应该分开，政治人物也不应该插手宗教事务，搞到社会分裂，人心惶惶。西藏流亡政府一直指控，只要有人修行多杰雄登，就会对西藏社会造成分裂，导致社会不和谐。那事实上呢？政治人物利用宗教来控制藏人，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譬如认证噶玛巴闹3包，班禅喇嘛和措摩格西仁波切闹2包，这些才是真正导致西藏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以上种种证据显示，西藏流亡政府根本就是一个不照顾人民，甚至破坏自己人民的腐败政府。他们不外是利用多杰雄登议题来转移在过去60年来都无法实现对藏人的承诺，也没有为藏人谋求任何实质的福利的事实。因此，多杰雄登禁令和所有相关的指控，不外是西藏流亡政府用来掩饰他们的无能的手段罢了。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讨论，能让大家对种种关于多杰雄登的不实指控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明白多杰雄登的修持确实是真正的佛法修持，只有利益，没有任何的害处。在21世纪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言论和见解，
很多人躲在荧幕后面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处在这样的混乱的年代，我们应该想办法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宁，少一点纷争，也应该减少躲在背后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的做法。身为藏人领导，他们应该做的是参与更多的和平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制造更多的诽谤和是非，如此才能实现民主的真正价值。作为达赖尊者这位诺贝尔得奖主、和平得奖主的代表，西藏流亡政府更应该在种种政策和行动上具体实现和平和自由的目的。这完全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府或个人，更别说是佛教徒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在此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做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不分宗教信仰，为所有西藏人谋求实质的福利，为世界和平注入一份努力。这份努力就从立即解除这个造成寺院僧团分裂、西藏社会分化、家庭支离破碎的多杰雄灯禁令开始吧。谢谢大家。